会被正能量吸引的，没有什么负气。有你快递。哎，哥，你签字呀？啊，不签不签。 这儿疼吗？这边疼啊？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来，张开嘴，我来看。对对对。那行吧，我把上次的药再给你开点儿。年轻人，跟你说呀，现在呀，你们的压力太大，别老憋着，太容易上火。平时没事儿多运动运动，是不是？要不然呀。 说不定哪天就出点啥出格的事儿，你说是不是？哎，我不是说你啊，记得按时吃药。你能不能让我走？ 不能！我已经跟你过不下去了，我已经有了别人了，我已经告诉你了，你就让我走吧！我把什么都给了你，你为什么要走？我有做错什么吗？ 我有做错什么吗？是我错了，我错了，行不行？我不想跟你过了。我告诉你，我出轨了，你让我走行不行？不行，你不能走！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你要干什么？不能走！不能走！不能走！
我不想让你走，行吗？你能不能给我个机会？能不能？我求求你了！他有什么好的？有什么好的？啊！媳妇儿，媳妇儿，媳妇儿，喂。喂，媳妇儿，媳妇儿，你醒醒！你醒醒！